大家好，今日去一個連峰都浸滿故事嘅地方——托萊多古城。前面係比薩格拉魯城門 （Puerta Antigua de Bisagra）。穿過佢嘅馬蹄形拱門，你唔係穿過一道牆，而係穿過咗幾百年嘅時光，從卡洛斯一世嘅帝國一步踏入咗摩爾人哈里發統治嘅年代。如果大家選擇開車，右手邊都有啲停車位，不過睇上去都好緊張，所以我都喺建議選擇步行。從比薩格拉魯城門嚟到古城嘅西邊，前面係 Puerta del Cambrón， 人稱骷髏門。佢係托萊多古城西邊嘅重要城門。而家睇到嘅建築主體係16世紀文藝復興風格重建出嚟嘅，不過最早嘅雛形可以追溯到穆斯林統治時期。呢座城門最標誌性嘅特徵就係你相入面見到嘅對稱雙塔結構，紅磚配石頭基座，拱門上邊仲有精緻嘅石雕徽章。佢既係古城嘅重要出入口，亦係托萊多極具代表性嘅歷史建築之一。喺托萊多古城內，感覺街道兩旁非常乾淨，一嚿垃圾都冇，連片落葉都執得乾乾淨淨。我一路行一路發現，托萊多啲街嘅乾淨唔係普通掃得乾淨咁簡單，而係一種深入骨髓嘅文化同智慧。藍天白雲配上茂密的綠植同古典建築，簡直就係一幅畫。行行下就嚟到被譽為托萊多最華麗嘅主教座堂，連風吹過都會帶啲嘆息聲嘅地方——聖胡安德洛斯雷耶斯修道院 （Monasterio de San Juan de los Reyes）。眼前呢座建築簡直係石雕界嘅怪獸家長。成個外牆由頂到底都掛滿咗鎖鏈同扣。冇錯，你真係冇睇錯。灰黃色嘅石牆上面，一束束生咗鏽嘅鐵鏈、腳、手扣就咁鑲嵌喺石頭之間，隨風微微碰撞，發出叮叮當當好輕好輕嘅聲音。陽光底下，啲鐵鏽嘅暗紅色同石頭嘅暖黃色形成強烈對比，有種好詭異、好超現實嘅美感。要明白點解會無啦啦有座咁誇張嘅修道院喺度，我哋要翻去15世紀尾嘅西班牙。當時嘅伊比利亞半島仲係收復失地運動嘅最後直路。天主教雙王伊莎貝拉女王同費迪南國王一路從北向南推，要從摩爾人手中奪回最後一個據點格拉納達王國。係托羅戰役，雙王打贏仗，於是1477年雙王決定起一座全新嘅修道院，獻俾聖若望，多謝佢老人家保佑。所以你可以想象，起手式已經唔同，唔係普通修道院，而係一座勝利紀念碑，要令全歐洲睇到天主教君主嘅威力同虔誠。呢度係西班牙托萊多古城嘅老街巷，有住獨特地勢同風格。前面呢座係聖地亞哥德爾亞拉巴爾教堂 Iglesia de Santiago del Arrabal， 亦常被叫做 Santiago el Mayor。 托萊多老城四面俾塔霍河圍住，成個城倚住山勢而建，啲街巷又窄又彎，就好似大家見到嘅石春路同磚石老屋咁，融合咗西哥特、摩爾、文藝復興好多種風格。建築細節，右手邊建築裝飾係托萊多隨處可見嘅教堂或修道院附屬建築，左手邊鋪頭同民居保留住傳統樣式，有啲外牆仲睇到摩爾式嘅鐵花、瓷磚裝飾嘅痕跡。呢一帶係托萊多三文化之都，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嘅核心。行入呢間小店，鋪頭唔大，但成間鋪都係深色木裝修，空氣中有陣淡淡的桐木同丁子油嘅香味。左右兩邊牆身掛滿咗武士刀，有長有短，刀鞘嘅花紋精細到嚇死人，有黑漆配金繪，有皮包柄，有醒獅纏繞。燈光打落去，啲都唔似武器，反而似藝術品。如果你問我托萊多只能去一個地方，揀邊度？我會唔使諗就答你，托萊多聖母主教座堂 Catedral de Toledo， 因為呢座教堂根本唔係一座普通教堂，
佢係一本用石頭寫成嘅西班牙史書，係一個壓縮咗700年信仰、權力同藝術嘅宇宙。1226年嘅西班牙仲係收復失地運動嘅中期。托萊多雖然已經從摩爾人手中收復返來，但成個伊比利亞半島仲有南部大片土地喺穆斯林手上。天主教君王想用一座超級教堂嚟宣示我哋返嚟啦，而且係永遠唔會走。所以國王費迪南3世下令喺原本嘅西哥德教堂同摩爾清真寺遺址上起一座全西班牙最宏偉嘅主教座堂。冇人估到呢個工程一路起足2個半世紀，到1493年先正式完工，橫跨咗成個哥特時期，經歷過黑死病、戰爭、改朝換代。大家時間充裕嘅話，一定要入去參觀一下。係古城裏面隨便逛逛，可以一路連住大教堂、猶太區、太陽門幾個主要景點，亦係成個古城最有生活氣息嘅地方。我發覺呢度嘅民居大門幾乎冇中幅款式，有啲係扇雙開巨型木門，門板厚到懷疑入面係銀行金庫。門上嘅鐵釘排成菱形圖案，中央有個獅頭門環，已經摸到金黃色。最得意係門楣上面有塊石刻徽章，雕住一頭鷹同一個十字架。成個托萊多最標誌性嘅就係嗰種暖黃色嘅牆身。初以為只係油漆，原來大有學問。我喺卡耶特散圖圖尾見到有工人正喺度維修外牆，佢哋唔係油漆，而係用鏟子將一劈劈泥漿咁嘅物料批上牆，顏色正係托萊多黃。原來呢種傳統物料有3大優點：透氣、隔熱、自愈，讓牆身呼吸，防止潮濕積聚。冬天暖，夏天涼，微細裂縫遇雨水會自己修復。向上望，托萊多嘅天空被各種陽台同鐵窗切割成碎片。我最中意睇啲鐵藝窗花，唔係工廠貨，件手工打造，款式千變萬化，有捲草紋，有家族徽章，有宗教符號。托萊多啲街名本身已經係歷史目錄。未入行之前，我仲係個普通遊客。但當我離開主街 Calle del Comercio， 轉入第一條無名小巷嗰刻，成個世界靜咗10度，光線暗咗5度，時間好似慢咗3拍。原來呢啲超窄巷係摩爾人留低嘅城市智慧，天然冷氣，窄巷形成深谷效應，夏天曬極都係陰涼，係零耗能環保設計。防禦機關，中世紀時入侵者嘅騎兵同大隊人馬根本入唔到，居民可以一夫當巷。從小巷行翻出嚟一個小廣場，好有一種玩迷宮嘅感覺。見到間鋪頭細細，櫥窗擺滿白色嘅小泥人，騎住驢仔嘅農夫，彈吉他嘅大叔，仲有托住個大水壺嘅女人，全部都好精緻。除咗小泥人，鋪頭櫥窗仲擺放着各種當地特色嘅裝飾品。離開小泥人店，我俾呢間裝修風格有啲現代與復古結合嘅店吸引咗。一入到鋪頭，飄來鹹香濃郁嘅黑毛豬火腿味。再行入啲，呢間鋪頭唔單止賣吃嘅嘢，內有乾坤，美酒配黑毛豬火腿味，絕配啊！原嚟仲有香薰買。老闆娘教我按順序食，先聞薰衣草，再食火腿，然後芝士，最後杏仁。轉入呢條街嗰刻，呢度我覺得可以稱之為石板路上嘅千年沙並經。呢度根本唔係普通商業街，而係個露天嘅中世紀百貨公司。前面一間賣托萊多鋼劍、盔甲嘅老鋪，或者隔籬就有一間 Apple Store 風格嘅智能手機店，全玻璃櫥窗，播緊 K-pop MV。兩者相距10米都冇，但感覺相差700年。呢種時空混搭，就係商業街嘅第一個魔幻之處。商業街唔係直線，而係條微微彎曲嘅 S 型。考古學家話，
呢個弧度跟住古羅馬時期嘅地下水源走，即係話千幾年前嘅羅馬人已經識得水為財，沿水源起市集。街嘅走向係東南西北，即係話每日最曬嘅正午時分，太陽正好喺街頂正上方，兩邊連續拱廊形成全遮陰。商業街恰好連接三個歷史區域，北端係天主教區，中段係猶太區，南端係穆斯林區。商業街嘅店鋪分佈似個3層蛋糕，好有系統。讓我最大感受係，真正嘅可持續旅遊唔係趕走商業，而係點樣讓商業成為文化嘅載體。托萊多商業街犀利在於冇連鎖店，全部獨立經營，麥當勞、KFC、Starbucks 都唔會見到，唔乜稱，明碼實價，連3歐磁石都認真包裝，同埋3代規則。超過80%店鋪傳到第3代以上，品質有保證。樓下賣遊客，樓上服務民，完美平衡旅遊同社區需求。我哋再睇下商業街嘅石板地，唔係求其鋪，而係本立體商業目錄。材質分區，花崗岩大石板鋪喺店門口，最耐磨，俾客企定睇貨。石灰岩中石板，行人通道。有少少防滑紋，河卵石拼花，拱廊柱底拼出行業標誌。喺托萊多大教堂另一側小路邊，就有好多賣當地民族特色服飾的小店。托萊多古城入面完全可以放棄地圖，任由自己喺窄巷迷宮入面蕩失路。外面廣場仲係人聲車聲混雜，但一步入巷，所有聲音好似俾海綿吸走晒，剩低嘅係自己嘅呼吸聲。雙腳踩石板嘅落聲，唔知邊度傳來嘅滴水聲，頭頂晾緊嘅床線隨風拍打嘅啪聲。我試過細聲喂咗一下，回音居然可以反彈4次，似同個巷仔對話。巷太窄，陽光要折射先入到來。我睇到個奇景。光線喺對面建築嘅玻璃窗反射，變成一道金黃色光斜切落巷中間，將條巷分成明暗兩半。行攰咗，隨處都有餐廳，價格亦比較合理。從人均3歐嘅街頭小食到150歐嘅廚師法辦都有。如果要慢慢感受古城的美，一日絕對係唔夠嘅。唔同時段有唔同時段嘅美。但值得一提，喺古城裏面住宿、餐飲同購物都係非常之便利嘅。唯一唔方便，我覺得就係要拉行李入公寓，畢竟一路都係石頭路，拉行李會比較唔方便。尤其啲窄巷根本入唔到車，只能選擇步行，或者可以輕裝行李。建議就真係唔好拖行李箱。所以係古城外面住呢，定係選擇喺古城裏面住，就因人而異，自己中意啦。夜幕即將降臨，我帶大家嚟到托萊多人當係秘密基地嘅地方 Paseo del Miradero 米拉德羅步道觀景台。呢度冇山谷瞭望台咁出名，但正因為咁，先有佢嘅魔力。呢個區域屬於托萊多老城區核心地帶，靠近索科多佛爾廣場同塔霍河觀景區域，可以俯瞰成個托萊多。呢度樹立住紀念環法冠軍費德里科、馬丁、巴哈蒙特斯 Federico Martin Bahamontes 嘅單車手雕像。星空下嘅托萊多係面鏡子，古城反映我哋對傳統、記憶緩慢嘅渴望，新城反映我哋對進步、效率、未來嘅追求。今日先到呢度，我哋喺評論區繼續留言討論，多謝收睇。